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要满一冬啊！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连带这卖当落一寡美国的大品牌去互穆斯林国家抵制。即阵汽水的品牌 Coca-Cola 甲 Pepsi-Cola 伫咧中东的销路嘛无好，颠倒是因本土的品牌是变甲真抢市。即间伫咧约旦河西岸的超市，街仔顶头的 Coca-Cola 甲百事可乐，最近销量正歹，颠倒是当地本土品牌汽水真受欢迎。因为以下战火，美国支持以色列，和当地出现抵制美国品牌声音。خف الكوكاكولا استهلاكها البيبسي والكوكاكولا خف استهلاكها كثير خف الدليل على هيك الكوكاكولا عمرها ما سوت عرض الا في رمضان بتسوي عرض الأربعة زائد واحد او الخمسة زائد واحد اليوم احنا في شهر 8 سوت عرض 3 زائد واحد 4 زائد 3 زائد واحد و5 زائد واحد الدليل على ايش الدليل انه في مقاطعة في خف للاستهلاك 包括全世界两大汽水品牌 Coca-Cola 甲百事可乐，抑个麦当劳这款素食业者，拢被抵制，销量大半。伫中东的埃及、约旦、卡达等所在，以穆斯林为主要族群的国家，拢拄着严重的挑战。伫过去几多10年来，因开大钱行销，培养出真侪长期忠实的人客。本来大幅度成长的销售量，伫去年10月了，规拢火去。示威民众伫咧涂骹当黄色的手印，并且甲被剥掉的双手压悬。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连续4天出现大规模示威，因为6月连接和哈马斯敢若是处决同款的庆管，引起反弹的声音，要求总理纳坦雅胡进行停火谈判，来确保所剩的101名连接会当平安回来。纳坦雅胡是坚持以色列继续控制费城走廊，并且强调控制加沙走廊和哈马斯无法度透过这个所在重新武装是正重要。But we also agree to begin discussions about a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he conditions that we shall have for a permanent ceasefire must include a situation where the Philadelphia corridor cannot be perforated. Somebody has to be there. 联合国安理会伫咧随时讨论以哈冲突甲停火。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表示，接受目前的停火提案，来停止战争，救所有的人，包括被扣做人质的以色列人，抑个被关起来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是讲，哈马斯去年10月初7发动的攻击，一个这段期间被杀害的6位战俘，一个迄寡还未被放出来人质，国际社会拢无伫咧注意。因为一份由美国加卡达一个埃及所拟定的上新的停火协议已经完成90%，但是针对以巴交换犯人加加沙控制权意见依然无同。公司新闻张玉林编辑。